感需要拢了解。有时啊清醒，有时凊彩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莫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规工嫌车无够拍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食，嫌某伤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伤好，惊血压高，水某跟人走。人生倒倒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斗倒，别人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，欢喜就好。嫌车无够拍，嫌厝无够大，嫌菜煮了无好食，嫌某伤歹看。驶着好车行人头，大厝歹摒扫，食甲伤好，惊血压高，水某跟人走。人生倒倒，好亲像在佚佗，有时也烦恼，有时辛苦。问我斗倒，别人有啥法宝，其实无撇步。欢喜就好。阿成，这首歌曲对你来讲太辛苦了，欢喜就好哦，免展现特别的技巧，但是愈简单的歌愈歹唱，伊必须要有一个态度。迄个态度爱出来，但是你今日无法度展现你全部的这首歌的态度的原因伫倒，就是因为有舞群爱跳舞，啊，你爱记舞步，为着记舞步呢，你就会将你唱歌的态度会减半，这个是一定也是要练习的。那但是呢，今日呢可以看得出来你们认真的感觉哦，你有认真去排练呐，啊，你舞步迄种搭出来舞步虽然无够讲真专业，可是我觉得很整齐，也是很好看，也都看到你们的努力啊。可是今天有了一个问题，你的音准一定要小心。我觉得可能主题给你们的压力很大，就是讲若不是跳舞，就是压力大，无就是安怎，所以拢互你那个压力较大，所以这个音准一定要注意一下下。星辰老师好，星辰，我反而觉得你今天唱感觉蛮好的，就是谢谢老师，很自然，然后就是看你表演很开心。光准备就睡觉也在那边想，一直在想着，上班也在那边想动作。那个人生短短你怎么唱？人生倒倒，你刚刚唱豆豆，那个是一个海口音，对不对？故意这样唱，对，就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可惜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你整个的表演，我觉得是非常自然、非常好的。